欠 ETC 过路费讲欠甲厝房拍卖，一个62岁詹先生，伊将伊的车借互因某驶，想不到因某驶3年外，差不多逐工拢驶高速公路，累积2000几笔 ETC 的过路费拢无落，牌照税、燃料费嘛罔无缴，累积64万欠费的罚款。这个詹先生嘛真无奈，想要分期起立，验过真正是收到大条，收大条也袂出来，只有目睭金金，所以呢，一栋2层楼透天厝被拍卖。 ETC 好像你都没有缴嘛，加一加64万嘛哈。詹先生听到伊的车欠2000外笔 ETC 过路费，有牌照燃料税3年加起来64万外，惊甲讲袂出话。就是要执行拍卖你在南投的建物，拍店的金额是122万多。 欠 ETC 的费用欠到厝房卖掉，伊的厝就是这栋伫南投水里2层楼的透天厝，鑑定价值是283万，法卖卖222万8800块。詹先生听到消息真无奈，而且伊欠钱无落的物件2000外币，摊起来至少有200公分是全国上济。连执行署的人拢真好奇，是安怎买了钱？不是他开的，他都没在开车，我没有讲。妈妈。 原来车是詹先生的太太开的，3年来拢无咧拿钱，自10几块的通行费累积到64万外。无边机啊，向向啊，连厝嘛无去，啊车嘛无动，拢无去安尼。迄个车都我落车，我去加大腿啊，喊唔掉，叫班人扶车拖掉去。 太太无拿通行费，互詹先生起价甲车喊掉，袂阁互太太驶，毋过欠钱的罚款要是爱拿。原本想要分期，毋过费用伤济，敢若会使目睭金金看到厝房卖掉，122万扣掉所欠的费用，剩58万外会还互詹先生。以后要是要凊彩借别人开家己的车。